老人家好似變返小朋友咁樣，背後好可能係隱含住一啲嘅訊號。如果想知道嘅話，就記得聽到最後啦。好多時候都會聽到大家問，點解有啲老人家年紀大咗，就好似變返細路仔咁樣，成日扭計呢？與其話係扭計呢，其實係情緒變得比較敏感啊。可能係嚟自身體上嘅一啲病痛啦、孤獨感啦，由照顧變成被照顧啦，以至係一啲嘅精神嘅狀況，例如認知障礙症咁樣，種種嘅因素咧，都會令一個人好容易覺得不安嘅。但係呢種不安一來好難開口啦，而現實亦都未必能夠得到其他人嘅理解嘅，咁最終就會好影響到嗰個人嘅情緒啦，甚至行為。如果我哋只係用扭計啊、聽唔聽話啊，又或者變返細路仔咁嘅，去到解讀咗佢哋嘅行為嘅話咧，好多時反而會忽略咗老人家喺背後嘅真正需要。其實更加值得我哋注意嘅係，當我哋認為佢哋係返老還童嘅時候咧，就會好順理成章咁樣用咗一個管教模式啊，去到溝通同埋照顧啊。當對方唔聽話嘅時候，起初都可能會講下道理嘅，但係好快就會變成警告啊、限制啊，甚至乎係進一步嘅行動又或者方式嘅。即使大部分嘅時候作為照顧者咧，都係出自關心或者擔心嘅，但係呢啲方式其實都好容易令到對方失去咗自主同埋尊嚴嘅，亦都會好影響咗大家嘅關係啊。當我哋唔再將老人家當成小朋友嘅時候，而轉用一個平向嘅關係去到理解嗰啲好可能係因為身心嘅變化、孤獨啊等等而產生嘅不安咧，就會發現好多嗰啲所謂嘅扭計咧，其實係一種渴望被理解嘅信號嚟嘅。唔再將老人家當咗做細路仔咁去到溝通嘅時候，就能夠令到對方感受到你嘅尊重，亦都係實現自立照護嘅重要一步。下一集自立照護1分鐘繼續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鍾意我哋嘅影片請讚好、追蹤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啊！